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国务进前清查机关的官兵敢有中国身份证，但是无要求其务役，若准有就要放弃。专家是认为讲，真有可能是欠兵权。顶年高雄社区发生噪音，这楼骹台四楼顶的洪阿婆，今下晡法院宣判，甲这个嫌犯判2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云云科技的董事长甲姓梁的技术长台死，竟然逼出这死者在生进前受人这场霸凌，即马劳动局也要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进前呢，有这机关一个官兵去向亚讲，伊有这中国身份证，国防部也扩大清查，那准有就要放弃。不过国防部表示，讲无要求其务役爱放弃中国身份证，但是就要依法甲这兵做好煞，引起正人质疑，认为有国安的记录。就专家是认为讲，这招警化的关系，大家拢伫咧欠阿兵哥，就算有中国身份证，嘛去捌到这机密的部分，降低国安记录，也袂去影响到兵权。进前一个海军志愿役士兵发现有中国身份证，引发风波。国防部扩大清查军事官兵是毋是办了有中国身份证，要求所属签字具结甲宣誓放弃。国防部证实，义务役男也伫清查范围，验国部要求义务役男必须要放弃中国身份证。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必须完成兵役义务。验过外界烦恼有国安的风险。也请国防部来去做彻底的来彻查之外，那也去研拟一些相关的配套，来确保国家安全能够被守护。我们也不要特别去预设立场，说这些有其他国家身份的役男都一定会去免费的去做所谓的间谍活动。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1条，伫中国设有户籍也是领用护照者，会丧失台湾户籍加所衍生权利，验国部免读义务。专家分析，伫这阵囡仔生长之下，各国员工拢欠缺兵权，以美军为例，也会接纳中国籍移民来服役。不过严格定法制度，互国安风险降低。或许呢，可以让这些士兵从事比较单一的任务，譬如说你就是驾驶或运输，减少接触一下军事机敏性。为了阻止中共渗透，国防部建议修正《陆海空军宪法》第24条，签署书面翕影片在手法，对敌人宣誓效忠，会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陆委会最近要求全体公务体系人员具结无领用中国身份证，也公司财团法人国营事业收到公文。依照看书部资料，公司财团法人包含法扶基金会、国防院、工研院、中央社这军啊8个单位，具结数天面要求签署人爱负法律的责任。陆委会讲，政府充分相信全体军公教人员、公营事业甲公司财团法人员工的具结结果，清查进展真顺利，各项工作真紧就完成啊！也感谢多数现职人员配合清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有举办公听会，找这些专家学者来讨论，针对去年税收有中国称238亿，敢要刑互民众呢？有学者是认为讲，若准备刑呢，不如就减少扣税，甚至有其他专家是建议讲，就要推动这税制改革。另外，立委罗树宝又问到讲，这若准立法院来通过到这特别条例，要普发现金互民众，民众上紧当时就会当领到。这主计长陈淑珠是回应讲，这作业时间上无爱3个月。伫去年的税收超前5238亿，创史上新高。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伫最近强烈地咧推动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随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召开税收超前害税有名公听会，找学者专家来讨论。不会把这个超征的税收啦、税基剩余啦，好好的用来积极还债，税制又不合理。为了对纳税人做交代，以及对我们后代子孙负责呢，我干脆就认为还税于民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还钱给我的话呢，5月纳税要到了，你可以少收一点税给我吗？就好啦。
大家打8折、打7折就好了，不用这样来来回回的，因为很累。针对税科收入实证数超过有算数，财政部已经成立税收估测专案小组，同时委外建立真正中央政府内地税收估测模式，借此来提升税科收入估测的精准度。财政部表示，税科收入比预期较悬，是依法征收，并不是外界以超收的名称来误解真济，超过本来应该扣税金额所衍生出来害社会民众的证据。所以，若是无考虑到整体预算的收支情形，恐惊有估税发现金的疑虑。财政部也记税科收入犹如预期，是无顶当财政存余的3大理由来反对害社会民众常态化。条例通过到发钱多久时间？差不多至少要3个月以上。如果5月通过，不要13个月，8月、9月了，差不多这个样子了。行政院主计总处是警告讲，若是税科收入实证数超过有算数额度，达入有算法常态化规范限定用途，以后恐惊无法度保持弹性，应用国家重点施政的项目。因若破发现金敢未通过，依然是继续讨论才当定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所谓发展部自2025年推出数位凭证皮包啊，按算会甲再合其他部会来合作，甲这身份证、健保卡、驾照等等拢做伙来加入代替实体卡片。不过也有民众烦恼讲，这个资可能会泄露出去。所谓发展部就表示，这款数位凭证有正悬的安全性，民众的个资不会欠伫内面。你有电子处方签吗？这以前去药领药啊到位啊，才发现无啥就处方签，是嘛只要手尖一扫，有输入马上知影你要爱领什么药啊。为着互民众生活会当更较利便，司法部2025年推出数位凭证钱包的 App， 甲各部会合作，唔但会当放政府核发的证件，亲像是身份证、健保卡、驾照、技术师的证照等等。未来包括特殊身份买票、银行开户、查保单、超商的会员卡、甲领会验证、办手机啊等等，买当加入数位凭证的钱包啊，扩大应用的范围。强调我们不是要发数位身份证，也没有要发证件在数位皮夹里面，依照国际的标准去打造，所以未来是在跨国的使用上是有它的互通性的。虽然数位钱包啊会当降低伪造证件的风险，嘛会当由使用者家己决定想要公开什么款的资料，避免文书风化现现。不过，台湾网络诈骗是世界赢赢杯，民众若点入去千分的网址，或者是建构平台的中华电信，去有骇客入侵，个资恐惊有流出去的疑虑。可以选择性，你可以要揭露什么就揭露什么，而且你原则上就是手机了，你就不用带那么多证件了。不管是用手机做脸部辨识或者指纹辨识，那就确定是你本人，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冒领。因为我的程式码释放出去，而且在整个数位凭证皮夹，它本身的架构是做分散式的处理，那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集中式的资料库，就可以避免说因为这个集中资料库产生的问题，而造成民众的资料外泄。另外，考虑数位落差甲侪会使用者的需求，数位钱包啊并不是强制性的，民众要是会当选择使用传统的身份证，提供予第三方来验证。因那司法部嘛要拼今年的12月份决定应用的场合来试办。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今年9月，这高雄林雅区一栋社区大楼，因为这楼骹不搬楼顶一直咧吵，一直发出噪音，就冲去楼顶呢，当囡仔面，甲一堆翁仔某抬死。高雄地检署依照杀人罪甲涉误嫌犯起诉，希望法院给判死刑。进前规定的时阵呢，这嫌犯拢唔承认。7日下晡，高雄地方法院判因2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这是去年死刑实现了后，一审判死刑的头一例。落班时阵，头日无讲话，伊是涉嫌杀害楼顶厝边翁仔某的吴良婉。2023年9月，伊当2个囡仔面头前杀害囡仔爸母姓罗的翁仔某，检方依照杀人罪起诉求处死刑。一审下晡宣判，3个法官拢判决吴良婉2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所谓的精神疾病。那另外他在接受这个量刑鉴定的时候，他对于那个鉴定的人员也曾经口出以及动作的威胁。合议庭认为吴良婉有杀人的故意、手段残忍，所犯的案件造成严重破坏甲危害，也无证据证明治疗精神疾病，也甲无特殊情形会当认为被告袂搁再犯这个理由判处死刑。这原来是死刑实现了后，一审判死的头一例。宣判死刑是天经地义、正确的事情。这个社会
很多杀人犯都不怕死，都没有给社会一个正义，让他们害怕说杀人会死，不敢让他来这个地方，只能够过年逗留2-3天而已。5年半，好亲像因为大楼噪音问题杀害厝边翁仔某，被害家属拢无出庭听判。接到消息，家属是感觉小可安慰，讲判伊死刑才有天理，也会当互犯罪者通警示。佮讲2个囡仔到即马也是正自责，也定定烦恼嫌犯会互人释放。因为这个案适用国民法官法，毋过主要证人是死者翁仔某的2个细汉囝，家属请求避免二次伤害。法官审理了后，改做一般的庭审。记者综合报道。华文科技公司发生命案，董事长詹志新甲公司内面细娘的技术长抬死了后，搁再伤害家己。警方怀疑讲，这犯案的动机是这技术长离职进前有发表一篇文章，讲家己去互霸凌。这台北市劳动局查查也发动劳检，发现讲这科技公司无设置这场暴力预防措施，也拢无记录，依法要限期改善。台北市劳检处警官透早出现信义区办公大楼。甲混科技公司职员详细盘点资料，因为进前细娘技术长互刺杀案件了后，离职批也互宪光，表示遭到公开侮辱、泼垃圾罪等，亲像一场霸凌情形。台北市劳动局查查早起发起劳检，对这场不法侵害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要做成记录啊，它是没有符合这个规定哈。那依照这个法律的精神呢，这个我们后续会通知他改善，没有再改善完毕，我们会处罚3到15万。经过检查发现，混科技公司确实无设置这场暴力预防措施。劳检处目前依法限1个月时间要求事业单位改善。随上，依据劳动部发布的这项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规定只要伫100人以上的公司头家，都爱订定计划，预防劳工伫执行职务的时遭受身体也是精神不法侵害。另外，就算中小企业无满100人，拢要有现场工作环境改善、人员训练等等，明确的执行记录，搁留存3年。大概有一些太一样的描述，让雇主他在处理这个或者订定办法、订定相关这个处理办法的时候，有所依循啊。那最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向谁来申诉啊？那申诉了以后，当然那个处理的程序有一些建议。另外，劳检处也强调，就算类似混科技受侵害者，可能是公司各界主管，甚至是头家本身，只要是工作场合内的工作者，都受保护。根据数据，台北市这场暴力申诉案件113年，也为10月44件增加到11月102件，12月142件左右，累计达到776件。重点看的就是言语暴力未当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到台中这昨晡暝一个姓陈的医学院学生做外送时阵，互一微波驾照搁在食酒赛车的人弄死。家属质疑讲，这台中市拢无伫咧掠酒驾，不过市政府是强调去年处理这件件死亡人数降超过4成，但是这酒驾防治团体是认为讲，这台中市已经是连续2年酒驾死伤是全国上界悬的城市，就要积极来反制。食酒赛车姓吴的查甫人，去互警方抓起来，伊车牌半暝3点，涉嫌弄死外送员姓陈的查甫大学生，酒测达到0.37。死者的妈妈是真痛心，这期台中市政府拢无伫咧抓酒驾。执法的这个是不是难道是北部比较严厉吗？然后这个在中南部他们是怎么样？比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个的差别呢？警方调查发现，这姓吴的查甫人因为有3届无驾照赛车的记录，检方向法院声押核准。针对台中市搁再传出酒驾弄死人，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表示，目前已经有加强执法的力头。113年全年度的计算我们取缔的件数高达7000件，是6都最多。那另外我们死亡减少44%，减少44%。也是6都最多的。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6都最高了我们是6都第2名。当然，这个数字统计还可以再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台中市警察局宣布，对即马开始进行5天的酒驾大执法，也若针对酒驾数量遐尼悬拢无共的分析，对外无一个讲法。根据着交通部的统计，台中市酒驾事故致死人死伤，自2024年虽然平23年减少211人，但是也是连续2年拢是全国上悬的。酒驾防治团体是认为应该要有系统化作为。那面对这样子像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像一个恐怖攻击，他在路上可以先从自己的地方自治条例，他要不要针对这些贩酒的场域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范？这一个场所出来的，那你连带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表示，酒驾的防治袂当干那靠精线执法，颠倒是爱找源头的方式，关这酒品来源，也个对业者有相关的约束。建议应该爱下局处来合作，定出着驻地条例，才当防止类似案件搁再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公路局1月加这华东快速道路可行性评估送到交通部审查，却因为这介绍关经济效益加去互退件，交通部下晡也要开说明会。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彦碧强调无退件，而且这公路局搁再补强内容。啊，那公路局是建议讲分段来进行，但先考虑到这中德到新城路段，是因为会当接到疏化案。有关华东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公路局今年1月送到评估案到交通部，却因为建设成本高、无符合经济效益和退件消息指出，引起花莲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如果说能够给我们这一条这个好的这个道路跟比较快速的又安全的这个道路来讲，无疑是对我们产业以及花东的人民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的保障。我们花东人一定会坚持奋战到底。安全会加入，务必要来新建完成。针对华东地区的交通建设，交通部7月下昼召开政府加速推动华东建设说明记者会。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彦碧强调无退件，而且公路局针对华东快可行性评估各补强内容。希望他们补强相关的一个论述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个研究也好。那另外在这里头又特别针对分段实施也一并做考量。完成华东快速公路是北起花莲中德往南到台东市全长174公里，经费估计3614亿，也毋过经济效益又分比伊较细。最后公路局建议分段进行，优先考虑会当连接疏化案的中德到新城路段长度3公里，经费90亿，又分比达到1.5。分段，但是符合一本比高的路段。来推动，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都变成是快速道路的话，其实是走起来其实速度很快，稍一不留神你可能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了。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表示，未来希望会当先做中德到新城路段，搁往南延伸到吉安，长度会延伸到30公里，经费大约900亿。有关华东快可行性评估，会伫修正了后，搁送交通部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基隆捷运的建设总经费，去年调到清通亿，今嘛是1200多亿。市长谢国良就表示，经费提拨已经去予中央拒绝，这中央要求新北市捷运局伫下依照本地预算起来。交通部铁道局是表示，目前毋是调整这工程经费的问题，是新北市政府误解。今嘛呢，这新北市政府伫2月10日已经按照本地核定经费提拨。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基隆捷运的经费希望赶紧来核定，希望今年呢会当完成招标。基隆市民一直真毋忙的基隆捷运几条路线通过台北、新北、基隆是真侪基隆市、新北市10区延伸到南港中间重要的大众运输轨道。不过市长谢国良7日伫市议会临时会讲，新北市府提拨经费增加到1200多亿，予中央拍倒来。中央交通部现在只给3个县市690几亿的预算来做这样子的工程，有很多的建设是不是会因此而接受到打折？现在的物条、现在的人工，一定要到1000出头亿才能够来把它盖完。基隆捷运第一阶段路线以八堵站为端点，计划路线全长15.59公里，沿线总共13车站。基隆捷运综合规划伫2024年1月31日已经得到行政院核定，总经费697亿。谢国良讲，伫总经费697亿时，基隆市府负担47.93亿，修正了后1093亿版本，基隆负担72.23亿。也若1200多亿版本无予中央接受，是不是要增加兴建的年限？也是伫个相款的年限内底？
增加关系有成的规模，这是台北、新北各贵人爱共同来思考的。八堵到基隆端的经费，应该在后续完成一个规划设计与评估的路廊的一个决定之后，才能做出它的一个经费所需嘛。我们再向中央来争取经费，这是一个未来可行的方式。我们从600多亿要调升到1000多亿，这件事情它的调幅内容是什么？如果只是单就说因为逐年提高5%的物调费的话，我相信不会到1000多亿。不过，议长董志伟即日新北市拍算双北市路段新通报工程1坪，贵人路段暂时延迟。另外，贵人段采传统工程招标，也就是先设计表了后再工程标。向今有拖延贵人结运完工年限，交通部讲已经请新北市府重新提报，并没有所谓修正计划被中央打回票，可能有误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新北市政府已经在今年的2月12号重新提报，按照原核定经费来提报给我们做审议，我们尽快在做处理当中。现在是在工程会的审议当中，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极快把我们工程经费核定以后，我们极快在今年能够招标完成。谢国良讲，贵人市府也是贵人捷运的业主，新北捷运工程局是应做厂，所有规划必须台北、新北、贵人三方面拢同意这样的1坪。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回应，对综合规划通过到工程发布中间，应该无价起价，市场行情变化是过来普遍情形。伫工程决标了后，才发度估算计划总经费，较符合实际整个计划工程发布所需要需求了后，就会随启动修正财务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邮政为了要庆祝到邮政节，一个员工发1000块奖金。不过有高雄邮局员工表讲，主管要求因爱去到这邮局网络平台卖米冲业绩，而且局长阁再发公文禁止员工伫网络顶头发表任何意见。点着邮局网络平台白米等商品拢会当买，但是高雄邮局员工说服主管要求，要用今年度公司发的1000块邮政节奖金买自家网络平台的白米冲业绩，引起员工不满。代志还未结束，台湾邮政产业工会又讲，最近高雄邮局发公文，公然限制员工的言论自由。这样就是迫使一些同仁他有这个公文在，他可能有一些心里想讲的话，等于是说都不敢讲了啊，只能往心里藏啊。公文写员工无主管允准，袂当用私人，也是代表机关的名义黑白来发表有关着邮政事业也是职务的讲话。嘛讲若是发现违反规定，爱主动查处申报，看情节的轻重，以违反相关规定来议处。我们写的是不实言论。诋毁长官，我们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高雄邮局只是澄清，只是过去捌有同仁因为无写名出现3字经，也是不实指控的状况，才发文提醒同仁要注意界线。若是单纯讨论内容，公司无禁止。也许他们内部没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他们去说他们的心里的话。正常是管道可以投诉还是什么之类的。高雄邮局表示，公司早就针对同仁对外发表言论有规范，这是制定的规范，不是因家己所创。若是邮政奖金爱买白米的代志，单纯是认为这个商品介绍袂歹，嘛会当帮公司冲业绩，建议同仁买，不是强制，嘛袂有同仁因为无买，就来影响考绩。公司新闻王刘婷丹很坤个报道。来看桃园的这个龙潭区公所，因有举办一个龙潭归乡文化节，所以用指控讲，这公所呢会逼生出较水的公务员来做亲善大赛。市方认为讲这是一种霸凌，也是不法女性行为。区公所是解说讲，目前也是讨论阶段尔。精彩刺激白龙船的比赛是闹热滚滚。龙潭区公所筹办2025年龙潭归乡文化节，除了白龙船的比赛。今嘛有风声讲，因要伫公务人员内底选出12金体，加做接待人员。据用批评袂输是选美的比赛，毋那是工课场的霸凌，嘛不化女性。有点物化，只要他有那个意愿，他有那个心，其实不用说要多条件多好。我觉得不算是物化。活动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比较体面一点的，对，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啦。正式的场合本来就是要有他该有的礼仪跟那个，不然你就找那个公园一堆阿婆阿嬷，你就找他们去迎宾不就好了？针对最近龙潭区公所传出要为公务人员内底选出12金体，毋但要求面子爱水，体格160公分以上，爱会晓化妆，甚至爱下日理国局处的长官。
针对这点，民众的看法是无啥同款。有人认为讲办活动接待人客，资本都爱拣外形较好的。不过，嘛有人认为这袂属是选美的标准，已经严重偏离公务人员的专业，甚至有性别的歧视甲刻板的印象。有关亲善大使的用意，在检讨改进前2年归乡文化季龙舟赛活动贵宾接待的经验，不论男女，只要有服务热忱的同仁，我们都会纳进。针对有关不法女性的批评，区公所强调讲，并无工课场的霸凌，嘛无不法女性。成立亲善大使团的用意，是要检讨甲改善接待贵宾的经验，提升公所的形象。无论查甫查某，只要有服务的热情，拢会当来参加，并无像风声所讲的，拢干那找生了水的不法女性的情形。公司新闻桃园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伫咧北京呢，和美国总统川是讲甲真无欢喜。川迄当时就甲伊讲，泽伦斯基的手头已经无任何科技啊。另外，这美国、罗西亚、乌克兰3个高阶官员，这礼拜就要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举行会谈。不过，即马来传出讲，这乌克兰占领的罗西亚库斯克地区，说服这罗西亚全面反攻。这乌克兰军队重要的补给线已经去互切断。这谈判的科技可能会出现变卦。画面中，路过自杀式无人机将侦击到地面上乌克兰的军用车辆。这是罗西亚国防部上新公布画面，虽然时间无法度确认，也个地点方证实是路过库斯克地区的苏加市，这也是乌军重要的补给线所在。乌军去年8月成功夺取库斯克地区，占领几十个重要城镇。也毋过，乌军原本稳住的战线开始，互陆军甲北韩军以人海战术一直推进。根据 CNN 引用乌克兰的军事布洛克，陆军采购开始，因一条已经停用的天然气管线，成功避开无人机监控，进入苏加市，当将乌军逼甲强要崩盘。Вот приехал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ронетехника Брэдли. Наши птички БПЛА попали одним снарядом, вторым и уничтожи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ражескую технику. 乌军市民拢是过于准备撤离库斯克地区的谣言，一直传出。这个时阵，美罗乌高级官员搁要伫这礼拜伫沙烏地阿拉伯舰队停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鲁比欧采购已经为非洲荷姆斯特空军有备役基地出发。Завтра ми продовжимо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ди наближення миру. Буде мій візит в Саудівську Аравію. Також на сьогодні ще більш підготовленою стала зустріч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в Саудівській Аравії, України 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Or for the Americans, a bad deal is better than no deal. But for the Ukrainians, a bad deal is worse than no deal. And that is a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到第三个会谈特别展开，川普亲像更有新的想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美国官员私下表明，川普有意伫乌克兰扩散协议之外，各地加让领土互路国，甲泽连斯基落台重新选举的另外条件。Well, I think they will sign the minerals deal, but I want them to want peace. Right now, how do they show that? How do they show that? Well, right now they haven't shown it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should. I think right now they haven't, but I think they will be. 川普伫空军1号对记者表示，美国真紧就要开放对乌克兰分享关键情报，将对测试乌克兰顿内茨克过互陆军轰炸造成重大伤亡。美国表示，无现象显示伊甲美国停止情报分享有关系。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川普不批评泽伦斯基无条件，也毋过这礼拜这场谈判，伊伫乌军形势进一步严重之下进行。基辅方面表示，这摆谈判爱先争取对美国关系正常化，才来讲停火。做落来有希望甲罗西亚展开直接谈判。公司新闻王鲁梅编译。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初稿选出新党魁，也就是加拿大后一任总理人选。由59岁前央行总裁卡尼拼出线，伊来传下加拿大来面对着美国严扣关税挑战。卡尼也讲，这加拿大永远袂变做美国一部分，也讲川的拍算是袂得到手的。摕到超过85.9%压倒性的票数，加拿大前央行总裁卡尼得到执政党自由党党主席，特别成为第24任加拿大总理，带国家应对目前的政治甲经贸危机。头一个威胁就是川普的关税，也加加拿大变做美国第51州的并吞野心。America is not Canada, and Canada never ever will be part of America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There's someone who's trying to weaken
our economy. Unjustified tariffs 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 And we won't. 59岁卡尼无做过议员，嘛无累过经验，是加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素人总理，伊有金融的专才。2008年担任加拿大央行总裁，处理金融危机有真好的评价。英格兰银行2013年请伊成为头一个非英国籍的央行总裁。伫脱欧期间持续掌权，卡尼专门处理金融危机甲谈判，是头一个捌伫2个G7国家掌管央行的人物。即届投入自由党主席的选举，讲家己是唯一会当对付川普的人，伫4个候选人当中，也上互人看好，无款上济。伊主张持续对顶报复川普的关税，拍赢这场贸易加主权之战。And my government will keep our tariffs on until the Americans show us respect. The Americans want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land, our country. If they succeeded, they would destroy our way of life. In America, healthcare is a big business. In Canada, it is a right. 加拿大现任总理杜鲁道今年初因为声望大落侵蚀，面对物价起价、大房不足，也甲移民者的内政问题，自由党伫年底国会大选的选情真歹。不过川普即届关税甲扩张的操作，激怒加拿大人，自由党的名声颠倒回升。卡尼就任总理了后，在野党可能发动无信任投票，强制举行大选。不过伊可能善用目前的民意，提早宣布解散国会改选，快速稳定自由党的领导地位。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叙利亚去年12月政变，搁再发生严重流血冲突。这临时政府的安全部队含流亡前总统阿塞德的军队烧战4天，已经有1300人死亡。叙利亚新领导人哈拉表示，一定会对杀害平民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叙利亚临时政府安全部队甲效忠前总统阿塞德的阿拉维派战士，伫叙利亚沿海省份纳塔基亚激烈交战。这个省也是阿塞德所属的阿拉维派的大本营。双方自顶礼拜4初6起爆发武装冲突，两边战士拢有伤亡，加上平民被杀，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叙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夏拉承认国家即马面临新的危险。初九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专职调查针对平民的屠杀行动。يتمثل في محاولات فلول النظام الساقط ومن ورائهم من الجهات الخارجية خلق فتنة جديدة، فليس أمام هؤلاء سوى خيار واحد وهو تسليم أنفسهم للقانون فورا. 初九伫首都大马士革，数百位叙利亚民众组织抗议，要求停止暴力冲突。过去几日的武装事件，真侪住伫沿海地区的居民拢逃离家园。路透社引用叙利亚安全人士的讲法，包括拉塔基亚在内等地冲突状态已经缓和。暴力冲突关注初六政府军遭到伏击了后引起的。An ambush attack that killed over a dozen Syrian security forces near the coastal city of Latakia quickly turned into the worst fighting that Syria has seen since its 13-year civil war. This is further going to complicate matters for Syria's new authorities as they struggle to negotiate a settlement with the Kurds of the northeast and the Druze in southern Syria, as they struggle to exert state authority across the war-torn country. 阿拉维派占叙利亚人口10%，是伊斯兰什叶派分支。叙利亚大部分是逊尼派。按发初期网络上有不少，包括处决无穿衫遗体倒伫路边顶，杀戮鸦片战团。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拢助长宗派对立情绪。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谴责事故境内的暴力冲突。联合国也呼吁叙利亚临时政府追究惹事者的责任。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伊的老爸在今日早起呢，伫新竹举办告别式，看守所人员专程介护这郭文德无挂卡了手铐，要到9点的时阵来到现场。定下8点半钟要登去看守所的时阵呢，伊看守单背机甲郭文德揽安安，而且佫化讲司法迫害情况。面内拢无表情，无挂手铐，也无绑卡条，由解护人员介护来到现场。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初10早起自台北看守所到新竹奔丧，前路的有拄到塞车，因过伫8点53分左右到现场，赶上郭文德老爸告别式加座。伊是自会场的后壁入去，无对头前入去，所以支持者无看到。
因为家制无对外开放，不过永远让听到郭文铁目屎含泪伫咧念对书文。2013年，当我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消息传开以后，我父亲从新竹搭车到台北，跑去台大医院劝我好好当医生。他说我在二大失去父亲，我不要再失去儿子了。我最后的决定，让你这10年来为我操了不少心。郭文铁也甲老爸回息咧，讲伊到60几岁啊，还阁互老爸替伊烦恼，也请老爸安息，伊会坚强面对挫折甲打击，也会照顾妈妈，相信苦难会过去，总有重见光明的一天。特别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帮忙哈。那请大家放心了。郭文铁10点16分左右，由解放人员介护离开。离开的时阵，郭文铁的看守陈佩琪情绪正激动，大声喊司法迫害人权。边的小草是大声喊阿伯加油。郭文铁奔丧即家伫咧会场点差不多1点半钟。郭文铁的妈妈是希望郭文铁请假奔丧会当点较久咧，不过无法度，唔是会当决定的。做儿子的人哦，应该要这样。谢谢，好可惜哦，我不能说什么啊。对不对？不是我决定的。那6辈拢有敬爱人士参加告别式，总统赖清德虽然无到现场，也有送花篮。前总统蔡英文也送花篮，因为前总统马英九加前总统陈水扁是亲自到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党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公布一段乌咸学院开会录音档，指控这乌咸学院创办人辛碧阳敢若有摕这外国资金，佮再讲到这中国飞弹若准拍来是有正大的帮助。辛碧阳在记者批评讲，这就是正经典的中国心战手法。迄当时呢，伊讲伊是学者，摕各国的补助拢是公开自信。再来更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的飞弹。中国的飞弹打过来那一次，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段流出来的音档是苏东市乌咸学院的创办人辛碧阳开会时阵的音档。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指控乌咸学院哪像收外国的资金，批评辛碧阳透过两花紧张的局势来得到家己的政治利益，要求伊都要把不分区立委撕掉。他所谓的大陆飞弹打过来对他们有帮助，不外乎就是对他募款有帮助，对他们黑熊学院壮大自己有帮助。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表面上喊抗中保台，背底却在暗算，哎呀，中共飞弹利我良多，会引起公愤的了。老百姓不能接受他这样子借着抗中保台做生意，然后希望中国打飞弹，他可以募得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辛碧阳车站嘛亲身出面，在记者会批评讲，这是典型中国心战的手路，用一寡指控来甲特定的人物作恶，针对个人打击心理封杀。而且背后家己苏当时是学者的身份，提各国研究的补助，这拢是公开的资讯。伊做立委了后，都已经停止所有的申请，嘛已经离职。而且解说这音档的内容是咧讲台湾民防意识的提升，不过煞是去用作恶。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得到了巨大的关注，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来接触我们，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帮忙？就那么简单而已。结果竟然可以被曲解成说，我说飞弹来了可以赚大钱。辛碧阳表示，过去这2礼拜，就至少有10项对伊的作恶甲指控，包括伊伫美国有3栋厝，甲伊的学历是假的，伊嘛有提出伊的毕业证书，甲帮产的证明来背回。伊嘛强调讲，中国对使用这种舆论战、法律战甲心战是真熟手。伊认为，接落来会受到攻击的对象，真有可能都是各项罢免案的代表人。公司新闻台北报道。114年国中教育会考会伫咧5月17、18这2天考试。根据统计，今年总报名人数偏去年减17000人，并对少囝划这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未来拢可能会有招无学生的情形。全高中是建议中，除了先家己调整做一班30个人左右，也爱帮助家长来了解囡仔多元的升学管道。
当年5月份对高中3年的学生来讲，拢有真重要的任务，就是考高中会考。根据全国七务会上新的统计，114年高中会考总报名人数计共175247人，创下新低。全高中就表示，虽然人数少，可能较无遐竞争，不过要是有袂少人抢要去读都市型的学校，袂选社区高中。全高中认为，家长的观念也爱改，才会当避免各地区学校发展愈来愈无平均。当然说，如果说也可以比较让家长们更知道说，其实高中生、大学端其实有不同的升学管道的话，那他们可以选择比较适合他们的升学的管道的一个学校来就读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分散这样子一个情况。全高中也表示，目前高中一班大约35人，面对少子化情形愈来愈严重，建议调降班级人数至30到32人，来提供较好的教学品质。另外，自108年开始，读普通高中的学生坐过读技术的高中，历史技术高中，也就是英国讲的高职，渐渐招无学生。都有无愿意听命的技术高中校长表示，学校除了爱思考要安怎转型培育符合目前社会工作需求的人才，也建议给注心帮助学生职业探索。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到高一之后，高一进去念之后，因为呢课业上、兴趣上，他不能适应。他跑去参加了各县市的视讯转学，这些也就是说，在当初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去评估。技术高中校长表示，学校目前虽然有辅导课程提供兴趣测验等等的资源，但伊认为迄是无够的。伊会建议职业试探未来会使变成正式课程，放入各中甚至各校外的课纲。另外，目前各中老师普遍对技术高中的课程升学发展较无了解，也建议会使加强这方面的资源甲认知，避免技术高中教育愈来愈弱势。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2015年，台湾建立到超高龄社会，唔那是中职问题受关注，这延长中高龄就业的时间也变作是趋势啊。根据着这线工平台统计，去年伫咧线工软体注册会员的中高龄已经坐过青少年咯。不过平台也发现，讲愿意请中高龄的头家干那3%尔，这也显示着这中高龄找临时工的困境。拍开找工课网站，伫咧顶悬会当找临时的工课。51岁米拉莎原本是做业务，疫情期间伊才透露公司倒去开始做线工，不过因为年纪的关系，连临时工的工课拢真恶找，互伊真无奈。我应该说，假设我投了20-30件，大概有预约可以就是邀请面试的机会，大概就只有1-2件而已。2029年，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中高龄延后退休已经加做社会趋势。根据线工平台统计，45岁到64岁注册线工软体比例已经来到66%，比青少年搁较侪。不过，愿意请45岁至64岁头家干那3%，愿意请23岁至44岁却占79%。数字显示，中高龄就算干那要找线工的头路来做，嘛有难度。但是实际上面，目前社会都遇到的就是很缺工，然后少子化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就是建议说，如果能够就是在工作上面能够心态做一些调整，那其实就可以让这些人返回职场。客人他们就是顾客来说，他们比较有这个取向，像如果接到福伦社的长辈们，那我们就让更高年级的人来服务。不过有旅游业的头家讲，请中高龄的员工有真侪优势。根据伊的经验来看，中高龄的员工排班稳定、经验侪，而且嘛较了解中高龄客户的需求。另外，线工平台嘛建议企业会当重新设计工课内容，建立更较侪适合中高龄做的工课，安尼唔但会当解决劳动市场欠工的问题，佫会当提升工作的效率。记者第一线柯敏哲台北报道。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统计，全国400间区域病院和地区病院，7成无皮肤科的专科医生，主要是因为一寡医学系毕业了后，就直接去做医学美容。医学界也伫咧烦恼讲，若种有皮肤动症的病人，恐惊真好找到专科医生。有的民众若拄到皮肤会痒、会痛、碰拍等等皮肤的问题，拢会去医疗院所挂号，互皮肤科的专科医师看。要涂又痒啊，袂长筋啊，
所以这一次换药好像好一点。很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到天气转变的时候就会好发的很严重。住院的病人他可能会伴随着可能因为不管是因为药物的过敏啦，或是感染的这些状况，甚至都需要有皮肤科医生来帮忙做一些我们叫皮肤切片的一些检查。不过，根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统计，全国有400间附属病院甲地区的病院，有甲70%拢无皮肤科专科的医师，出现人力的断层。原因包括有一部分的人，医学系出业考调医师的牌了后，都直接做医美，或者是完成 PGY 的训练了后，都投入医美的领域。医界烦恼讲，万不利若出现皮肤病重症的患者的时阵，敢来当送去医学中心，这互病院塞车的现象会愈来愈严重。这些皮肤炎、干癣这些，它可以很严重影响病人生活品质的急重症的疾病，健保的给付也把它视同是一般的疾病，所以它的对于医院来讲，它的收入相当的低。我们政策的目标就会是区域能够做协作，把病人 hold 在区域里面。这个区域基本上面就必须以皮肤科而言，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需要住院。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健保支付的制度，嘛建议甲皮肤科的医师纳入感情治疗甲长照的团队，而且甲专科医师的骹手纳入去病院评鉴必要的项目。针对这点，卫福部强调讲，国内皮肤科专科的医师骹手有够野，也若紧急、严重、罕见等等的重症，要是希望会当回归医学中心来治疗。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咱拢知影讲，预防是赢过治疗。去年这天狗这疫情是有记录以来上界严重一年，全台湾本土病例超过250例，台南却是无病例。不过台南卫生局呢，对去年稽查探病房来源，就开2650张的罚单。对民众质疑讲，既然无疫情，为什么爱抓较严呢？这卫生局强调讲，今年有特别印60万张的宣传单，4月开始就依法开罚单咯。台南市卫生局稽查人员透早4个巡查，加强天口的防治工作。不过近来有林地区的民众反映，最近未少人收到罚单，原来是去年9月有稽查人员无事先公告，就直接入去集合式透天厝社区的内庭，去大户巡查，敢有水处，而且开罚单。受罚的民众向里长反映，迄阵住户拢去上班，至于明明毋是疫情期间，却无通知着亲问大户来采证，认为处理方式无介合理。无经过住户，无经过遐集合式住宅住户的同意，你去采样，安尼有适当无？采样过程中，你说你有拍照，那也对啊。可是我们的澄清人他会觉得说，你所采的这个样又没有全程去录影的状况下，所以我认为讲咱咧执法的过程中，咱是毋是爱搁较细腻？一届两届，第三届袂听爱迄落，对，话是。卫生局回应，只要是开放空间，因拢会去巡查。但去年全台有200多例本土天狗嘅病例，台南0病例。这阵天气小热，有时搁落阵雨，真适合探病房生炭。卫生局顶礼拜伫社区放3000个城网仔放2个桶仔来检测，发现要3万粒的网仔卵，这嘛代表防治的工作无法度放松，全年拢要有警觉。有些民众抱怨不知道采法的讯息。那今年特别印制了60多万份的宣导单张，将由监测人员在做家户巡查稽查的时候呢，同步进行宣导。经过卫生局统计，去年拢总开出2650张罚单，其中有8成拢是伫徛家门口查到水处。卫生局讲，3月底进前是劝导期，4月开始若查到，得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到15000块。呼吁大家爱确实做好摒扫，才通真正有效防止天狗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新闻，阮兜是拜港口乡的三马哦。讲到这家己东石本港口乡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咯。除了这马祖真正兴婚龄海内外以外，伫庙内也有一寡清朝时代留落来文物。为了要保存这文物呢，庙方配合着家己县文化局，邀请这专家学者到现场会勘。除了要确定这文物的审议资格，也希望会当得到一寡建议，用来保存这文物。专家学者用手电仔要来看牌匾顶面的细节，已经有340年历史的东石港口乡，内底有一寡为清代留落来的文物，为着要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甲研究，庙方配合家己县文化局，邀请学者到港口乡来会勘。这间庙是1684年清朝统治台湾
迄年开始来建庙的。咱主要上4地拜变，这4地拜变有上早有空虚的拜变，到最晚东帝时代，东帝10年。当时港口宫因为外海风的盐分除了破坏庙内壁倒顶面的家枝啊，对庙门的彩画或者是以前展览的物件，拢有造成影响。来会刊的学者就建议，除了拜变需要整理，目前阁留落来文物，嘛要来减少海风对因的伤害。没有沿海问题的话，大概都是那种油烟油烟其实它可以慢慢清除，会再现它的一个表面的风华没有问题。可是这种广基性材料如果受到这种水汽沿海的关系，然后它整个剥落，其实是很难再去拯救它。港口宫表示，这间庙伫1684年开始建立，是地方信仰的中心，嘛见证家己关沿海发展的历史。希望透过文字审议，阮也互文物有完整的记录甲维护，嘛替未来家己关沿海历史的研究保留更较侪资料。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华作家陈因对20多年前开始投入台语的创作，有出版散文、诗集、小说等等作品。为了要传承台语，伊家己去创办活动，对即马开始呢，到4月初，伫中华社头举办台语诗歌节，有安排导览着啊，个这文化行达，甚至是临家比念歌诗的活动，要招民众大家用轻松方式互相探讨交流台语。愈来愈会爱会落，剩一阵绵绵的蒙蒙啊雨。拼到挂满100个100个诗话，拢是咧描写爱的艰酸苦涩。这是作家陈因所写的台语现代诗。伊原本是学校的老师，过去就常常用台语教册，所发现足侪囡仔听无，互伊开始要义母语的保存，写诗、写文章，专心投入台语的创作。为2001年开始，写第一首台语诗。为遐开始，就开始算哪想、哪写、哪创作。我生活所接触的物件，拢是我创作的题材。所以其实我嘛主张，咱艺术、画图等等，其实拢爱伫生活内面展现，安尼才有意义。除了创作，陈因嘛世界展览摆摊要来推广台语。今年也伫故乡中华办台语诗歌节，有文学行达、临家比念歌诗这活动，要甲民众互相交流、探讨台语。咱大部分人讲台语拢讲较袂连顿，啊，若会当甲写做诗吼，佫会当读甲安尼诗的感觉吼，我感觉是真好吼。老师写的台语诗的作品都有感情的，也带咱台湾这块土地做深刻的历史，还是人文地理，都有感情的表达出来，看了都感动的。推广台语的这段时间，陈因发觉台语诗的起草较冷，所以伊也设计台语过关游戏，佮有文学行达来成人目。今年伫社头举办的台语诗歌节，逐礼拜拢有无同的活动。虽讲规模无大，但是陈因表示，只要有人来参加，伊会继续办落去，豆豆啊业绩要互台语的根愈传愈快。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也欠司机，日本的轿车制造商日产轿车研发出会当自动驾驶的计程车，这顶头有安摄影机、雷达侦测器，也有一个感应器，会当看这车内环境，利用手机 App 来叫车。设定要去倒位呢，就会当甲人客再到倒，上紧伫咧2029年就会伫咧海滨来出现咯。驾驶椅都无侪人，很多路线家己叮当。这是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试验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在行兵市区上落的状况。日本因为老大人人口的比例逐当在增加，加上欠汽车甲客停车的司机，和汽车的制造商一直向车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日产汽车为2024年年初宣布要伫3档内底推出无人驾驶的服务，来弥补欠驾驶的问题。今年2月开始伫行兵市区试验车辆自驾系统。安全性や信頼性を確保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ためにはこの車の上に乗せる自動運転システムだけではなくて、それが車のシステムと一体となった形で信頼性や安全性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で、こういうところはやはり自動車会社が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想要利用无人客停车，乘客当利用手机 App 叫车，设定要去的所在，就会自动找附近的空车。乘客当伫指定的地点上车，互客停车安全送去要去的所在。QR コードが認証されました。足元
閉まります。発射準備ができ次第出発します。这个作业系统是搭配14个摄影机、9个雷达、甲6个感应器，会当侦测车辆周围的道路环境，根据交通的状况来调整行车的路线。在市区行车时阵，速度嘛维持在时速40公里内。人の場合は例えば車線変更するときに後ろ向きますよね。その時に当然視線は前からそら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んです。でもこの車の場合は常時全周囲をセンサーで検出していますので、常に後ろの方向を見ていますから、車線変更できますから、人より安全に運転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ます。加只唔望在2029年甲2030年之間，會當互無人去停車即是上路。我到時陣會先在行兵市區推出20台車，解決加速無夠到人口刷叮當的問題。廣西新聞台是唐平玉。明仔天氣是好也是歹，出回來看預報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6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6度到28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7度到30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8度到26度，平湖金門馬祖對12度到23度，抑個未來3天的氣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佛教中所讲的舍利子，其实就是高僧的遗骸，也是佛祖嘞。请问佛教内底所讲的迄个舍利子，伊其实就是得道高僧的遗骸，也是佛祖嘞。好，答来遗骸，遗骸。